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即摆要来开始团的今仔日要唱的圣诗，请咱大家先开圣诗第19首。19首为着美丽地面。这首诗歌是一个29岁的作词的诗人，伊所写的歌词。伊伫英国巴斯即个所在欣赏真侪真水的风景，所以伊写即首诗歌，咱即摆来唱。第三节。诗人伊对即个外口的风景想到讲厝内底兄弟姊妹真互补的即个情形，咱小等咧吟圣诗的时阵，会当搁较侪来思想。即摆咱搁来掀开另外一首圣诗，是185首，185首。作画的神，你伫早时，即首诗歌的歌词是咧学乐圣神。是伫学乐圣神即个时阵呢，即个诗人伊是一个迄阵是得奖的诗人，桂冠诗人哈。桂冠诗人，他是在第9世纪的时候写的这个对不起，抱歉，是1693年写的这个诗。那今摆来唱这首圣诗，第一段，3来。作我的心灵的早时，为你这世界的无敌的，由你来点心我心里，将你。第3段。
这首诗歌的旋律吼，这个曲是一个17世纪的一个作曲家所写，咱的圣诗下骹拢有写吼，是一个德国的作曲家。落尾这个咱的音乐之父巴赫，伊就听到这首旋律，感觉真好听，伊就甲这个曲来搁写这个和声在这个顶悬，互伊的歌听起来搁较水，搁较有变化。所以这首诗也落尾成做伊的清唱剧第122号的这个内底的一个主题的旋律。咱即马搁来唱一届第4段的歌词，好无？乌鲁信行，永远尊贵。永远尊贵。是咧俄罗性性的工课，以及伊的本质，以及即个为主者对咱的帮赞。即摆咱搁来串咧另外一首圣诗，521首，521首。这首诗歌嘛是对信心的俄罗，这是吴威廉牧师的即个太太，吼，即个吴玛丽牧师娘所写的。第一站上来。牧师娘迄阵甲伊的先生，伫1892年，受加拿大长老教会差派来咱台湾服侍，所做的一首来台湾了后，开始做真侪圣诗创作的工课。即个牧师娘伊写即首诗歌真水，伊是咧服侍的时阵，感觉心内真软弱的时阵，写即首圣诗，咱会当搁较侪来体会伊的歌词的意义。咱今仔日的团练就到遮。请咱闭慢心来敬拜上帝。
讲，以色列人着注意听。今仔日你毋要甲对敌交战，毋免惊，毋免忍，毋免恐慌，毋通因为因皮皮喘，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会甲恁做伙去，为着恁甲对敌交战，互恁得到胜利。三个来吟圣诗，圣诗19首，圣诗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同心来祈祷，至尊至权的主，愿同心来到圣殿，看你的权能甲荣光，愿拢活伫你管顾内底。主啊，你有丰盛的救恩，怜悯阮人的罪性软弱，使到赦免拯救，互阮伫你实故低音下出欢喜的声。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阮着谦卑服侍敬拜，将尊贵甲荣光归予听阮的主。主，阮人努力打拼，到伫荣华富贵、饱足有剩的时，迄个时也就是信仰、信心受到考验阻挡的时阵，假使拢无欠缺，真紧就会照家己的意思来行。早前以色列人拄出埃及，后面有法老所派的追兵得入，是退无路；头前有红海隔断，是进无步。上帝开路，互因顺势过红海。当阮陷伫逆境困境，就是爱来学习信心瓦靠的功课，特别是伫进退两难、一无所有的时，搁较是安尼。最后所捌讲，
若有够额的信，就会当移山，并无表示简单是牵线一粒石头仔若定。这是伫咱的面前所碰到的困难，是亲像山遐悬遐尼大，只有求叫主，倚靠主来行。拄亲像摩西所宣告，毋免惊，徛好在，看上主今仔日为着恁所要行的拯救。天父，阮的教会伫 COVID-19 疫情了后，已经渐渐恢复转来，开始各种新的活动、聚会、讲座、造就会等等。阮感谢你的看顾甲带领，互阮无失落坚守信仰。恳求主引带阮这念教会继续成长发展，也去做阮家己的祭坛来服侍敬拜。因为疫情影响，兼且阮也有一寡谈判，也袂倒转来到遮，也是某一款的因素，无法度随时转来。恳求主有缘看顾，唤起因无搁四散，经过因无离开上帝。伫意到主的面前诚心敬拜。阮知主袂伫阮人生每一个相车路口，甲阮讲，过来着爱行倒一条。主是带领引带阮行进前的向道，毋是路牌、指路标，还是导航系统。主要甲阮相同行，一路保守阮行过毋知毋捌经过的路站。阮祈求怜悯的主，赏赐阮平静的心、喜乐的心，伫阮逐人身上，除去阮的忧伤、看路、惊吓。我恳求主，你的灵激励阮的心智，加添能力，有满足信心，做好的工，献芳芳的祭，归荣光互你。这是阮当心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来出声。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代代无尽，阿们。请坐。咱来看圣诗后面的启应文，启应文第59篇，启应文59篇，咱三甲来交托。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毋过，都无信伊，哪会求叫伊？都无人传，哪会听到？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偌尔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不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无捌听见？照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咱来念圣诗185首，185首，造化的神，你伫早时，请咱起立来念全首。
请坐。同心过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所赐活命的话，互阮得到造就，阁有智慧甲气力，我靠你来行逐项的好事。阮所徛起的世界是天父所创造、所管理的，嘛有备办好物，互阮来领受。求主帮助阮学习，着爱时时刻刻感谢主奇妙的所做，也恳求主扶持阮，含无偏舛，行伫你的旨意内底。祈祷靠主的名求，阿免。咱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罗马人书第1章。罗马人书第1章，咱要对16节看到17节。我无看福音做见笑，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力，要拯救所有的信的人，大先犹太人，后来外邦人。因为这个福音有启示上帝的义，这个义对头到尾拢是通过信来得到。照圣经所记载，义的人会对信来活。愿上帝的话进入咱的心，成做头前的灯，路上的光。咱请阿萨士班来学老，灵敏悠远保留。
即时请黄牧师来讲道福音的大能。弟兄姊妹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今仔日早起24班带领咱用灵敏悠远保留来敬拜上帝，就是因为有上帝的灵敏，互咱会通成做伊的囝儿，互咱会通参与伫上帝无限的计划的内面。今仔日咱所读到的经文，一讲起着罗马书上要紧的核心的经文，一讲到福音，基督徒拢会认为讲传福音真要紧。今仔日咱下晡，咱就邀请到张建基陈牧师伫咱中间，要来讲起上帝的大观念。传福音对咱来讲是一个真要紧。但是究竟什么是福音？其实20世纪以来发展真侪真简单传福音的方法，我要强调方法。这个方法拢要帮助基督徒会当真紧甲未信者会讲，到底什么是福音？当我写讲道片的时阵，我想到2、3、4、5这4个。知影的时阵，我阁想着讲阁有一个1、2、3、4、5。至少伫差不多19世纪、20世纪以来，有5种，互咱真简单，会通快速去甲未信者讲，什么是得救，什么是福音。这2、3、4、5，这是什么？就是马偕牧师伊有一回到伫家人的庙口。伊将一堆铜钱压伫涂骹，伊刻着一条线，一个串起来。伊咧讲，上帝来到世间，将伊的囝安怎放落伫世间呢？伊的囝一个甲收转来，这叫做一条线。一条线的传福音的方法，伫迄个时代会用。后来检测咱有听到是啥物？叫做福音桥，对这个桥的这边行到伫对岸迄边，迄个桥就是耶稣基督福音桥。敢捌听过三福布道法？三福，敢捌听过属灵四律，还是讲福音四律？有无？敢捌听过五色珠，还是讲五色福音？5种色来讲起福音是啥物？这是真特别的，这2、3、4、5，传福音会通伫简单短短的几分钟内，5人来交代，为什么人有罪，需要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咱的罪会通得到赦免，进一步甲上帝建立关系。但是我要讲，这个方法真紧，但是拢要强调个人的得救。前台湾新南院教授孙宝林牧师，伊捌介绍一本册，伊介绍一个人 ，Dallas Willard。这个人，这个神学家一讲起，伊将这款的个人得救的福音的观点，甲归类做管理罪的福音，就是用赦罪做核心的信仰，一强调耶稣基督。是伊个人的救主，因所关心的这款，就是起头罪爱得到赦免，因关心的是落尾死后会当进入天堂。当然，伊的讲法咧讲起，伫起头甲落尾，但是中央拢无讲到，反倒转伫生命的中间，这个旅程的中间变成了较无要紧。至到基督徒的生活甲信仰脱节，袂去看重伊伫社会、伫世界改革的这个号召。但是另外一种的福音的观点，认为福音是爱带来讨放的，特别会去强调出埃及记，上帝安怎带领以色列人得到讨放，甚至强调。耶稣宣布禧年的拯救，因为
路加福音内面真清楚讲，主的灵临到我，因为伊拣选我，爱我送向人传福音，宣告受掠的得到透放，痴迷的要得到看，受压制要得到自由，宣告主拯救伊子民的喜年。所以有两种的无同的观点。一种敢若强调个人的得救，咱讲管理罪的福音；一种是咧强调整体的得救、透放的福音。这两种方法，咱拢会通看到，伫基督徒的中间，拢会去讲到。伊较亲像一个光谱啦，有诶较这边，有诶较迄边，但是咱莫袂记诶。伫无共处境的下底，检查有当时，咱会真去重视这个管理罪的福音，毋望咱的亲人会通得到救。咱一方面也爱参与伫社会的公义、行公义、好人民迄款整体的拯救，所以有无共处境的需要。咱要入捌福音的内涵，咱首先要转来到伫1960年的处境去思考，就是罗马书写作的年代去思考。罗马书写作的时代伫第1世纪，咱来想看觅第1世纪的人听到福音这个词，伊是安怎理解？1900几年前，你甲因讲福音。到底因所理解福音是啥物？因所理解毋是今仔日咱所讲的福音，因想到的毋是管理罪的福音，因想到的毋是透放的福音，因嘛袂将福音当作是咱要进入天堂的入场券买，因袂想安尼。弟兄牧师伫顶礼拜讲道中间，伊特别有甲咱介绍过着。罗马帝国的中心是罗马城，罗马城的中心，佫是用罗马皇帝该撒做中心。这也说明罗马帝国所谓的福音，就是围绕伫该撒，就是皇帝的身躯顶。皇帝生日对百姓来讲，迄叫做伊文加利用，就是福音。皇帝因厝内的人出世。最少庆生，这拢叫做福音。皇帝的军队、该撒的军队去战争战赢转来，因叫做福音。所以所有的福音，拢是围伫该撒的身躯顶。换一句话来讲，第1世纪因一般人听到福音，因所联想的，毋是得到永远的活命，毋是。因嘛毋是联想着福音，互咱进入天堂，无啦。因所联想的是啥物？因听着福音，因所联想着的，就是该撒奥古斯都。因会伫遐俄罗该撒带来罗马和平，帕斯罗马纳。因听着福音，因的俄罗该撒是救主，爱记的。因迄当时，恁的救主是该撒。因咧宣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所有的地拢是皇帝。即款的意识形态，所以福音、救主这两个词，伫迄当时罗马帝国的时代已经有啊。总是一般人袂将这两个词用伫耶稣的身躯顶，是用伫罗马该撒皇帝的身躯顶。对第1世纪遐的百姓听到，因的概念就是安尼：福音就是降服伫罗马皇帝，伊成做神、成做救主的权柄下底。咱去了解1900几年前因的用词，你会去问一个问题：这个词既然有啊，嘛深深伫逐个人的心内。咱讲根深蒂固，
这敢会当改变？真趣味。保罗就是用福音、用救主这个词，用伫迄当时罗马人、犹太人的传讲。这嘛毋是伊发明的，你敢知影？我伫第一讲的时阵就有解说，使徒保罗伊捌是法利赛派的经学教师上 top 迄个，伊对旧约非常的精通。伫先知书的后期，因就开始先知咧讲福音、好消息。希伯来文的好消息，甲希腊文的Evangelion是无共款，但是真特别的，伫公元前第3世纪到第第2世纪的时阵，迄犹太的经学家将希伯来文这个好消息这字翻译做希腊文的时阵，都是用福音 Evangelion 这个字来代替。所以这毋是保罗所发明的，迄是300几年前的翻译的时阵，因就用这个词啊。但是，一般伫罗马帝国，这个 Evangelion 这个福音这个词，干那用伫罗马皇帝该撒的身躯顶。安尼有奇妙无？皇帝还未用以前，圣经已经甲翻译这个字眼啊。所以，互咱看到保罗伊伫遐讲，毋是啦，毋是罗马该撒是福音啦，是迄一位弥赛亚，伫圣经内底所讲的迄一位先知所传的迄一位，伊才是福音。所以。保罗宣讲的福音是有先知，咱讲先知的脉络，伊的内容甲罗马皇帝的福音理解完全无共款，毋敢若无共，甚至是一个对立的。先知所宣讲的福音是上帝介入伫这个世间。安尼罗马皇帝的福音是咧讲啥物？讲该撒伊的军队、伊的官兵。控制全帝国，所以帝国下底，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所有的一切，拢是伫该撒的手头。今仔日咱读的经文真短，只有2节，伊的主题真清楚，就是福音。这嘛是后来咱咧看到第2章后壁到第7章，拢围绕福音是啥物来做解说。咱就来看这2节所要讲的。咱先来看16节的顶半段。保罗讲：“我无掠福音做见笑。”对罗马人来讲，因是拢迄个社会是强调尊卑。地位、关系，迄真意识真清楚的。该撒就是上悬的，就是福音，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但是保罗讲，我无掠福音做见笑。对一般的罗马人来讲，福音太见笑，福音是高高在上迄一位该撒啊。但是保罗讲，我无掠福音做见笑。这个福音是指啥物？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受钉死伫十字架顶，迄当时的人民认为上见笑的刑罚就是钉十字架。要钉十字架以前，犯人爱先受鞭拍，鞭拍的时阵是安怎？无你搁穿一领内裤啦，无啦，是烫光光啦。一吊起去的时阵，嘛是烫光光吊伫遐，迄是非常见笑的。罗马帝国无迄种女性吊十字架，敢若有男性。你若是罗马公民，阁袂当吊十字架，因为罗马公民本身就是一种身份。所以耶稣钉十字架，对侪人来讲啊，迄是真见笑的代志。但是保罗安怎讲？保罗讲：我无掠耶稣这个福音做见笑。在地一看起来，是耶稣的福音要挑战该撒的福音。
保罗去认同一位受定十字架的罪犯，通讲是叛乱分子，因为伊的罪状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对保罗来讲，伊毋干那抵触罗马人迄款的见效的问题，甚至伊讲这个话的时阵，嘛危及伊家己的性命。保罗会安尼讲，完全毋是为着要得到什么款的利益、金钱，无。保罗会安尼讲，是真单纯，伊听耶稣超过家己性命的危险。这是16节的顶半段，线接咱来看16节的后半段。后半段安尼讲起，讲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力，要拯救所有信的人，大先是犹太人，后来是外邦人。敢若就这个先犹太人，后来外邦人这个描写，就是已经在说明耶稣的拯救是超越个人赞助的拯救。才讲起一切所有信的人，已经蕴含一种奥妙，就是犹太人甲外邦人会当列做阵，意思因是共等的，无差别。这对犹太人来讲已经是无简单，因为犹太人认为阮甲是上帝的选民，阮才会通得救，其他的人无法度。但是保罗伫遮会讲起，犹太人后来这个救恩嘛是互外邦人，这已经会讲起救恩无差别。毋是干那犹太人，连其他外邦人同款。犹太人无较有啥物款的优越啦、优势，无外邦人也是罗马人，因伫族群顶头嘛无差别。毋干那伫族群顶头无差别，地位顶头也无差别。因为保罗伊到伫第3章的时阵，安尼讲。讲无一个义人，连一个嘛无，意思讲所有的人拢同款，拢有罪啦。有罪的人需要拯救，所以罗马书所讲的罪恶，毋是干那伫个人的罪恶，是包括所有全人类的罪恶，甚至受造物也因为人的罪，做成牢靠、土溃。所以救赎毋干那看伫个人的得救，毋是讲我个人要进入天堂，爱有一个入场券，无啦。福音要关心的是整个受造的世界的救赎。这伫罗马书第8章19节，遐真清楚的讲出，迄段经文安尼讲。一切受造的，拢迫切仰望上帝荣耀，对伫伊的囝儿身躯顶显明出来。咱敢有显明上帝荣耀，互这个受造的世界得到救赎。所以各位兄弟，福音毋是干那2个点，毋是起头做得到赦免，最后重点。死后进入天堂，毋是这2个点。这2个点的中间，咱有咱生命奋斗的过程、挣扎的过程。毋是信主了后，你就免去考虑你的生命所拄着的问题。你信主了后，得救了后，你犹原爱。照你的生活的过日子，生活中间敢事事顺利？无，咱会拄着恶担当、困苦的代志。迄是一个生命挣扎的过程，迄是一个正性的过程。咱会渴望讲，上帝啊，求你介入我的软弱，求你帮助我，互我伫苦难的中间。
得到上帝的介入，咱会渴望上帝大权能的介入、管教、引带，为着个人、为着群体，甚至为着所有的受造界来带来更新啊！所以这是这段经文所要甲咱讲的，耶稣基督福音是超越个人的得救。咱来看17节的顶半段，17节的顶半段安尼讲起，讲这个福音有启示上帝的义，上帝的义。你也去看现代中文译本是安怎写？伊讲福音启示上帝怎样使人跟他有合一的关系。哦，这个翻译吼，甲台语汉语的翻译、和合本的翻译完全无共款，你有发现无？所以你也看圣经的时阵嘛，唔敢若看一版的圣经啦，上好无共款的翻译，你爱对照来看，你会当更较清楚。现代中文译本是要写予各中，也是各小程度的人看，真白话，免啥物解说，你看就会当看知影。咱现代台语的翻译已经真白话啊，但是伊会保留一寡较原文接近的用词，那亲像伫遮的用词会讲起，启示上帝的义。伊是用上帝的义，毋是用合义的关系来做翻译，所以这都有一个咱爱去了解的部分。罗马帝国伊嘛有用义人这个词，我捌讲过，义人这个词是法庭上的用词。当罗马的军长要审判一个人的时阵，讲伊无罪，啊，咱台湾会安怎讲？咱台湾检察讲，这个人安怎吼？无罪，就是安尼，当庭释放，吼，加安尼。但是罗马时代一讲无罪，毋是安尼讲，讲这个人真正是义人。敢会记耶稣基督受钉十字架的时阵，十字架下底有一个罗马军官。伊伫遐看耶稣，看咧看咧，伊讲一句话，讲啥物话？这个人真正是义人。换一句话，这个军官是有审判权的，你敢知？伊会当宣布耶稣无罪啦。彼拉多审判耶稣有罪，但是到伫现场最后，是罗马军官伫遐宣告。这是义人，伊无罪。这是罗马帝国的讲义人是无罪的意思，迄是法定的用语。但是伫犹太人的传统内面，上帝义有两个面向。第一个就是亲像罗马的用法，审判裁决，讲这个人无罪。迄讲的是一种标准。伫某一种的标准的下底，你无罪。犹太人嘛有即款的观点，伫律法的下底，你无罪。犹太人第二种会讲起义人，是咧讲关系，因为出伫上帝恩典，人伫上帝的面头前会通得到新的地位、新的身份。这叫做关系啦。创世纪内面咧记载，以诺是义人，伊甲上帝同行，无死。所以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讲，以诺与上帝有合一的关系。以诺是义人，伊甲上帝有好的关系。所以犹太人的义，毋干那伫法庭上用词，也是咧讲起关系上的关系。因要表达的上帝义是恩典，即款的恩典会通带来关系的修复，甚至后来的先知的教导的中间，义包括啥物？好款待弱势者，帮助需要的人，这叫做义。
耶稣会讲新的诫命的时阵，讲你爱疼人亲像家己，这一讲的就是义。这个义，伊去解说好的撒玛利亚人，伊所行的就是义。撒玛利亚人毋是犹太人选民，但是伊伫上帝目睭内是义。刘兄弟，伫罗马书内面，保罗要将先知的传统的义来表达出来。义是甲上帝有和谐的关系，好的关系，毋敢若内在甲上帝和好，伊伫外在也会通甲其他人和好，甲受造的世界和好，这叫做义。今仔日咱伫这个世间，咱所行的义是一种关系的和好。这也时常我爱提醒，讲啊，是给这个记号，莫甲当做是一个记号而已。伊是咧甲咱讲起，直咧讲起人甲上帝的关系，欢的是咧讲起人甲人的关系。人爱甲上帝和好，人需要甲人和好，甲世界受造物来和好。当你看到十字架的时阵，甲咱讲的，就是义是一种关系的建立。线接咱来看第17节的后半段，这段吼实在真歹解说。伊直接爱讲起，讲这个义对头到尾拢是通过信来得到的，对头到尾拢是通过信来得到的。现代中国译本是安怎翻译？讲是起于信，止于信。这传统的解说是讲，咱用信心出发，搁用信心做结束。所以你信的时阵爱信心，到底你死了后，你的信袂当改变。这是传统的解说，但是这种的解说会有问题。为什么讲会有问题？信心是人家己，我信，一直信到尾啊，是我。福音毋是咧讲我，讲我就哪亲像该杀的是咧讲人，高举人，毋是咧讲我的努力，毋是讲我的信。如果会当靠着人的能力，安尼基督的救赎就无要无紧啦，有也好，无也好啦，因为靠你就会用的啊嘛。所以。起于信也止于信，也是讲对头到尾拢通过信。到底这句话会讲啥物？咱若继续甲看过，保罗安尼讲，照圣经所记载，这就是伊的解说。义的人会通对神来活，义的人会通对神来活，对圣经所记载。这个圣经记载伫什么所在？伊所引用的是哈巴谷先知的册2章第4节。先知伫迄段经文的中间是要解说，救恩是上帝的义所成就的，所以救恩无对人来，救恩只有对上帝来。也因为人伫得救顶头。毋是靠家己，爱全然倚靠上帝的恩典；毋是靠着人的功德，毋是靠着人的努力。神学家卡巴在伊写罗马书的注解的时阵，伊就讲罗马书的主题是啥物？恩典的教义，恩典的教义，自头到尾拢毋是出自人的信，拢是出自上帝的恩典。今仔日有一个人会通举手决志，迄是出自上帝的恩典，毋是伊家己本身有做啥物款的努力。今仔日一个人会通回应上帝的呼召，行公义、好人品，毋是伊这个人要来提高家己有啥物款的能力，要互人来拍破啊、学路，毋是。乃是迄个人，伊领受上帝恩典，有这个恩典，伊欢喜来回应上帝。
所以伫遮讲的，讲自头到尾拢是通过信，这个信是对上帝来，毋是对人来。我认为要注意2点，一点就是根据先知的传统，因为先知以赛亚时常会将公义甲救恩的信息连结做阵啊。伊会讲起公义的奴仆是啥物人？是弥赛亚。弥赛亚要为着人来带来救赎，所以后期的先知开始发展弥赛亚的救赎的观念。到伫耶稣基督对世国活了后，迄个发展搁较明显。门徒就见证，耶稣就是迄位公义的奴仆，还是讲纳义者，甚至司提反，互人用石头钉死的时阵，伊搁会指责犹太人讲：恁将迄位公义的奴仆杀死。安尼咱会通看到，自头到尾，毋是通过咱啊，是通过耶稣基督迄位公义的奴仆。搁一点真特别，就是耶稣家己讲的，伫启示录22章13节，耶稣讲：我是阿里法甲欧米伽，是起头是落尾，是开始是结尾。这就哪亲像罗马书一只对应所讲的，对头到尾，对头到尾，拢是通过信。安尼意思讲，对头到尾拢是通过信的源头耶稣基督。只有伫耶稣基督，咱才会通得到上帝救恩的恩典。总讲一句，救恩毋是出伫人的信，乃是出伫上帝的恩典。检采咱有信，但是迄嘛是上帝的恩典。这段经文，咱要来思考2项要紧的代志。第一项我要讲的，福音颠覆福音。咱知影讲，第1世纪的罗马人对福音的认捌，就是该撒的福音。因受罗马帝国的洗脑，宣扬统治者是神，是救主。但是使徒保罗，伊要宣扬是耶稣的福音。耶稣受钉十字架，伊无掠伊做见效。伊用耶稣的福音来掐倒该撒的福音，颠覆帝国的福音。真正的福音，毋是带来成功的福音，因为伫迄个时代，因认为罗马会通和平，是因为该撒所起造的。保罗要讲的，真正的福音，毋是该撒所带来的价值。真正的福音，会互保罗谦卑落来。伊会讲，这个福音伊无掠做见效。这个福音也互保罗，伊对迄个高高在上的法利赛人上塔布的，伊安怎谦卑家己做上帝的奴仆。咱第1讲的时阵已经有讲啊，我做耶稣基督的奴隶，伊是用奴隶这个词。罗马人上看轻奴隶，但是保罗安尼讲，咱愈谦卑，愈会通去经验上帝的福音。诗篇51篇大笔的忏悔讲，忧伤痛悔心，上帝无看轻。因为当人忏悔的时阵，伊知影爱去倚靠一位超越的上帝。敢若有倚靠上帝的恩典，才会通得到救。耶稣的福音嘛颠覆咱对福气的想法。什么是福气？马太福音8父内底讲真清楚，其中有一个讲，心内忧伤的人，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他们是上帝国的子民。心内颂香，竟然是有福气，这就是咧颠覆我们的价值。
耶稣甲咱讲，恁中间啥物人要做大，就爱做正人的奴隶奴仆，颠覆我们的价值。所以福音在颠覆我们所谓的福音。咱今仔日咧认为福气是啥物？台湾人咧强调福禄寿，我爱安怎？爱偌久？我爱有钱，我爱有地位，等等遮的。但是耶稣的福音是咧颠覆啦！你有遮的要创啥物？你有遮的上帝给你的恩典，你要创啥物？敢毋是要将遮的恩典甲人来分享？当咱强调福音是啥物？福音是管理罪的福音，去强调个人的得救，这样讲吗？无够。福音嘛是种透放的福音，是整体的得救。社会爱行公义，爱好人民，世界的改变，世界看见上帝国度的临在，这是福音。福音伫逐时代拢会颠覆我们所理解的福音。世间人所认为的福音，保罗起来甲弄。咱今仔日咱会认为讲，哇，这个人真有地位，这个人真有钱，等等遮的。但是真正的福音是啥物？咱爱去思考。20世纪重要的神学家卡巴伊的神学，伊的讲起叫做恩典德性的神学。恩典德性，上帝的本质是恩典，人的本质是安怎？感恩啊！你有啥物款的成就，迄拢是上帝的恩典，咱感恩。救恩的信心是出自上帝的恩典。咱只要用感恩来接受，用感恩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来活出德性的使命，来荣光上帝，利益众人。所以所讲的福音，毋是停留伫个人的得救的认捌，迄无够，爱进一步认捌着耶稣的福音，会挑战该撒的福音。甚至挑战咱的时代对福气的看法。第二项，福音的大能、大权能，往往是伫咱回应上帝的时阵显明出来。1895年10月16日，梅干布牧师、咱大卫医师，这个连德的牧师因对英国伦敦因的车派礼拜，送因去海外做宣教师。三个人上时阵拢来到伫台湾。咱大卫就是老兰医师，伊的日志安尼讲梅干布牧师伊深深爱台湾人。台湾人也爱梅牧师。12年前的时阵，阮拄到伫中华，中部只有4间教会。经过梅干布牧师的努力，现在已经有23间教会。这是咱大卫医师伊所写的。梅干布医师，伊穿插拢是真粗，袂讲究，无亲像英国的绅士穿了是啪里啪里，毋是。梅干布牧师伊用苏格兰迄款的，咱讲露天步道啦，街仔路的步道，伊将中部迄当时1100个砖头，伊大概行过900几个砖头，伊伫遐。迄个拍铜锣，伫遐画，伫遐传福音，用即种方式。伊的英国的同工称伊做啥？这是英国乞食啦。
台湾的同工，甲称作伊是台湾的保罗。每干部牧师，伊是一个宣教实践的人。伊咧讲起，伫宣教的过程，我重新发现福音的价值。若无踏出去宣教，我无法度认捌福音的大权能。福音伫男性的身躯顶发挥气力，嘛会当伫女性的身躯顶发挥权能。吴威廉牧师娘吴玛丽，伊受咱台湾的教会界称作台湾教会音乐之母。伊早前伫北部教会学校，从事这个音乐教育。伊拍了真好的这个根基，无论是淡江的中学、女学堂、新学院的音乐的课堂顶头，拢有出现伊的身影一角。伊26岁的时阵，伊甲吴威廉牧师结婚，结婚2个月后，因2个人就坐船离开加拿大，坐几6个月的船来到台湾来服侍，迄是1892年10月23来到台湾。因伫台湾30年了后，1923年，吴威廉牧师判病过身。伊判病过身，牧师娘咧，有人就讲牧师娘，你应该转去加拿大。惊伊伤心啦，莫伫这个所在转去啦。望伊结束伫台湾的宣教，但是伊意爱用音乐来服侍台湾的教会。伊讲，如果我伫加拿大，我就是一般的家庭主妇，我弹琴，干那我一个人咧听，但是我伫台湾。我弹琴是全台湾的人拢听。伊来到伫台湾，伊整个的人哪亲像活起来，生命是看见上帝的大权能。伊讲我经验上帝的大权能，我无要转去。所以伊伫吴威廉牧师安息了后，伊继续留伫台湾。但伊留伫台湾，还有一个身份啊，加拿大的长老教会女宣道会，就差派伊做女宣教师，继续伫台湾宣教。1926年的时阵，伊组织淡江中学的合唱团，咱今仔讲的八角塔合唱团啊，迄上早的开始，就是这个吴玛丽牧师娘。伊组合唱团，佮带团员到日本巡回演唱。伊嘛伫电教会去帮衬教会建立圣歌队。迄要建立圣歌队实在是无简单，你敢知影？我新人伊毕业的时阵派到伫庄脚教会，无到30个人，但是后来。嘛组成圣歌队，你敢知影？叫一寡想要服侍的人，拢做阵来唱。安尼圣歌队就起来啊！无人插花，袂要紧啊！我家己落去学插花，我迄叫做种花啦。迄个尖山吼，一排一排，头前插较低。第2排插较悬淡薄，第3排插愈悬，啊边仔甲补落，安尼就一丛花啊。当然我迄插了吼是无好看，教插花的老师真正用心，教唱歌的，我有当时我嘛落去唱歌，但是服侍机会，咱的圣歌队唱了拢比我较好听，所以咱的教会资源真济，迄个服侍。会通去感动人，所以吴玛丽牧师娘，
伊伫台湾，伊就去帮助侪教会去建立迄个圣歌队，为着要互咱唱着好听的诗歌，伊嘛引进真侪水的诗歌伫咱台湾。其中有一首诗歌，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甲当做国歌啦，啥物歌？啊，无人知哦。咱着来吟诗，咱着来吟诗。这首诗歌就是伊介绍入来台湾的，对台湾头唱到伫台湾尾，佮对台湾尾唱到伫台湾头。这首诗歌实在是真感动人。咱等下吟一首诗歌，你若欠缺真失望。这首诗歌就是伊写的，伊迄当时伫啥物所在的服侍？双连。双连的对面马街病院以前是姑娘楼，因宣教师的宿舍，后来做马街病院。啊，伫双连这个所在，以前是台湾新学院，所以因两边走。后来新学院徙到伫岭头、阳明山林头的时阵，双连迄个所在就成做双连教会。伊这首诗歌就是写伫迄当时。培灵报道。伊家己心内迄当时嘛拄着咱讲心灵的低潮啦，啊，搁要服侍，有人来甲陪伴，你若欠缺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衬。伊是感受着台湾的兄姐的陪伴，伊家己将即款的感动甲写落来。真做伊家己的帮衬，也真做信徒的帮衬。迄个诗歌意义真深，那亲像伊家己所讲的，我若留伫加拿大，我一个人弹琴，家己听。但是我已经经验上帝的大权能啊！我的先生虽亡过身，但是我犹原要甲上帝做阵同工，尽我会通做的去做。伊讲，伊若无来台湾，就袂发现福音竟然是充满大权能。因为今仔日下晡咱有一个报道会，嘛是一个培灵会。咱若无打出去，咱才会知影上帝大权能是伫啥物所在。咱若无去传，才有人会听到，才有人会信。咱爱打出去，上帝的大权能，就是伫咱回应伊的时阵，打出去的时阵，你会看到上帝的大权能。福音的大权能，往往是伫咱回应上帝的时的显明。愿主帮助咱，愿意回应，打出去。咱同心来祈祷。主愿的上帝，感谢你，1900几年前该撒的福音已经过去。2000年来，阮拢宣扬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甚至继续的对抗世间人的价值观所讲的福音。愿你帮助阮，互阮愿意甲主你相甲同工，来回应主你对阮的呼召。自头到尾拢是出自上帝你的恩典，互阮用信心来领受。愿上帝帮助，阮的祈祷感谢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来吟回应诗，圣诗521首，圣诗521首，你若欠缺真失望，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下面是公道的时间，咱有3项代志要伫遮祈祷。第一，为着今仔日经历超然的福音分享会的进行；第二，为着韩国暑期底选队伫台湾的服侍事工顺遂平安；第三，为着8月初5到13，咱教会国际写生比赛报名甲准备的工课。最后要请张友全执事祈祷来结束。请咱同心出声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感谢你赐予阮丰丰富富的恩典，常常超过阮所求所想。恳求你，互今仔日长节牧师的福音分享会，做你大能的见证，坚固阮的信仰。嘛求你帮助韩国所暑期短宣队伫台湾的服侍，甲阮教会国际写生比赛准备甲报名，开阔福音的道路。互侪人听见你的好消息，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即时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请坐。
咱来看今日的周报。即个月特别长老是林世峰长老。报告事项第一项，新竹尖石太港的水蜜桃，迄个所在日照差不多10点钟久，温差也较大，适合栽水蜜桃。今日太港的教会有送水蜜桃来伫咱教会，请咱踊跃来购买。第二是经历超然福音的分享会，即个是伫下晡1点要伫咱的大礼拜堂来举行。咱就邀请到张简基层牧师对外科、妇科的医生、甲牧师为所经过的经历的超然，等一个11点半就主餐会伫后壁，请咱伫101到103的教室。第三，咱伫下晡游园有一个新下礼拜日玉山社甲前卫出版社有邀请蔡英宏教授要来讲台湾知识人的宗教甲普世关怀，对黄宗辉甲林宽良讲起，是请蔡英宏教授来主讲。做伙讲的有左元尧教授甲咱的黄牧师，时间是伫下晡2点到4点，伫咱的主日教室。礼拜日停车的建议就是礼拜日咱来礼拜时，过年兄弟咱也较早来，这条路阁有停车位的停车格的位的时，咱先停，互长辈也是无车位时，才进入咱的地下停车场。第五是7月19，韩国的底宣会要伫底宣队来台湾。伫遮，咱教会要来举行太子的祈祷，这是拜3下暗的7点半，伫咱遮。第六，咱教会国际洗绳比赛2023年伫8月初5到13，拢总9日要伫咱的教会来举行。最近日开始有接受网络线上的报名，咱定为9月17下晡1点到2点要举行颁奖典礼。具体的交通。任浩甲陈丽莹的结婚礼拜，定伫7月29拜六下晡2点伫咱教会来举行，咱伫遮甲恭喜。另外是咱主来吴清秀请秀兄安孝，伫7月12拜3伫马街病院的安宁病房有安孝主怀，享年87岁，愿主安慰遗嘱。隔壁礼拜要定伫7月24。拜一上午10点半，伫咱教会来举行。有关团契的消息、青少年园地开会的通知、教界的消息，甲顶礼拜的出席甲奉献，请咱家己来看周报。即时请黄牧师来介绍甲请安。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首先来介绍张简其陈牧师甲牧师娘，请起立，互咱。真多谢上帝互咱即回邀请张简牧师来到伫咱中间伫今仔日11点半教会有即个用餐即个分享会福音分享会是下晡1点欢迎咱兄弟爱参加即是来介绍咱其他的来宾首先来介绍的是张吉华弟兄伫后边，欢迎。欢迎，请坐。过来介绍是慧玲老师的明志国中的同事李芳燕老师，你在这里多，欢迎，请坐。来介绍杨小琴，水雅姐朋友，欢迎。另外水雅姐，阁有另外一位朋友，迄个庆珠王琼珠，欢迎。来请坐，欢迎。过来介绍是陈国章甲陈建凯，两位。
欢迎欢迎。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施恩甲咱三个。咱来吟线会诗，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后要请黄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耶稣讲：看，我念伊来，我要带报赏来，是照逐人的行为甲伊回报。我是安尼发俄米甲，是起头是煞尾，是开始是结束。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极大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个弟弟，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绿岛线会，咱今早起第一场的礼拜到遮，后面中庭有地饼会，有需要代祷，请到教会边的雨伞卡。